上山取材料来起即个殿，我就因为安尼欢喜，阁得到阳光。这是耶和华讲的。即是咱要来唱圣诗，圣诗272首，圣诗272首。阮爱上帝圣殿，救主阳光拄现，伫遮有大欢喜，赢过世间无比。请兄弟起立，咱要来吟全首。咱要用4道圣经来告别咱的信仰。我信上帝，全能的爸，创造天地主宰。我信耶稣基督，上帝独生子，咱的主。伊对圣神投胎，对在世女玛利亚出世，伫温州比列岛林内受苦，顶12个死埋葬落阴府。第3日，对死人中告我上天，他坐伫全能的爸上帝大屏，伊要对下好来审判活人甲死人。我信圣神，我信神，公道的教会，圣道的相通，罪赦免，肉体告我，永远的活命。阿门。那这请坐。这是咱要三角来启用。启的文是23篇，伫个新的圣诗1039页。启的文23篇，我来启兄弟来引。着对上主唱新的歌，全地拢着对上主唱歌，着对上主唱歌，称赞伊的名。要日日宣布伊拯救的好消息，要对万国宣扬伊的荣耀，要对万民讲起伊伟大的作为。因为上主至大，应该受极大的称赞。伊比所有的神明应该更较受敬畏。因为外邦的神明不过是偶像。不过，上主创造这个天，尊贵甲威严包围伊，关联甲阳光充满伊的圣所。地上万民拢着称赞上主，要将荣耀甲关联归予伊，要将上主应得的荣耀归予伊。
着带正义进入伊的殿院，着穿圣洁做礼服，敬拜上主。全地着伫伊面前行行皮皮喘，这声着对万国宣布上主做王。世界坚固袂动摇，伊要用公义审判万民，天着欢喜，地着快乐。海甲伊内面的画面，拢着出大声。田园甲其中所有的，拢着快乐。树仔的树木，拢要伫伊面前欢喜唱歌。上主得来啦！伊要来审判普天的，伊要用公义审判世界，伊要用信心审判万民。祈祷，这是咱三甲做伙来祈祷。阮伫天顶的爸，阮敬拜你，感谢你。你是万王的王，万主的主，是阮生命中的主宰，是配得阮一切赞美甲荣耀的主。感谢你照着你独生圣子的恩典，将阮对罪恶中拯救出来，互阮会当成做你的儿女，伫你的厝内享受疼甲平安。感谢你赐阮今仔日遮好的主日。互阮会当用感恩甲敬畏的心来到你的面前敬拜你。特别今仔日是清风教会主日，感谢天父，互阮教会每一个兄弟姊妹有即个机会为上帝国的起造奉献甲代祷。也求你保守教会会当继续用传福音甲宣教，成做阮的使命，保守每一个兄弟姊妹。会当行伫主的话语当中，做光做盐。同时，阮也要感谢你，互阮会当顺利选出第23届的长老。伫即礼拜开始，阮阁要继续选举执事，恳求天父有缘保守，互阮的选举一切顺利，会当选出你欢喜使用的工人。阮也要特别为着阮教会。兄弟姊妹当中有软者病痛的肢体代祷，求你扶持、保守、医治、甲安慰临到伊。主啊，阮要将接续的时间交托仰望你，求你洁净充满整个的聚会时间甲空间，求你圣神运行伫今仔日的聚会当中，拍开阮的心门。互阮会当决心地明白你的真理，伫信仰中更较坚定，伫生活中会当更较疼主疼人。原来的恳求是奉靠主耶稣的名求，阿门。接下来咱来报告，请看 PPT 也是手中有做手中有这纸本的周报的有。一点仔无啥共有一点仔错误所以咱看迄个头前的 PPT。本会消息，第一项，本主日是清风教会固定的奉献主日，敬请兄弟踊跃奉献甲代祷。第二，小会公告，9月14日召开临时和会，会中顺利选出23届长老12名，名单连任的我简称省略区招伫四宝玲、余海平、刘明清、陈美玲、彭立忠、郑威玲、黄嘉宾，新任的张国芳、庄瑞杰、陈学玲、黄宗胜。第二，本主日要继续召开临时会议，举行第一届执事的选举，候选人38名，要选出30名。出席的人数过半数以上是当选如果也无迄个达到应选的人数，继续会伫第二后主日的第2天的选举，并且在即个成员会人伫礼拜前伫主堂的1楼广场来摕对换券换选票来以便咱会当投票作业会当顺利。
第四礼拜后，伫教会3楼会议室会进行开票，结果会伫个后礼拜会公告。第三，本系2025年下半年的装备课程，要伫个9月26日陆续开课，敬请有报名的兄弟准时参加。第四，本会定伫后主日的9月28日第2场礼拜要举行副长的彩排主日，东港的第2场、第3场的联合聚会，可是第4场的礼拜是照常聚会哦，咱会伫副堂进行转播。儿童牧区的礼拜要改伫个地下室，的小会堂。并且受彩排的副长会当请正式的副长来参加。第五，后主日9月28日是新竹的圣经学院主日，该院派郑牧迪牧师要前来请安甲讲道，并且兄弟咱准备心奉献甲代祷。第六，有要2025年每日研经设计的兄弟，请到办公室签名领取第4季的册。第七，本会要定伫10月12日要举行2025年的中央主日的敬老活动。65岁以上的寿星，第2场的礼拜后参加寿宴，地点是龙湖餐厅。咱要伫10月初5以前伫个柜台咱2楼这外口的柜台要登记报名，以便统计人数。65岁以上的时大地会当伫遐报名参加即个宴席。70岁以上的寿星，本会要赠送红包祝贺。70岁以上，这周报纸本的是写毋对去70岁以上是1000块。80岁2000块，90岁以上的是3000块，100岁是5000块。所以70岁以上的名单是伫个咱周报的第8页甲第9页。若有遗漏的请甲办公室的陈佩芬干事来讲有漏去的的兄弟，请甲佩芬干事甲伊讲一下。第二，具体的消息合作社这9月15已经结止啊来报告第2项，又讲幼儿园，因为按今年本学期开始有幼班但是2岁迄款较细汉的幼囡仔，为着要按呢囡仔的安全，所以咱无搁开放伫幼稚园的上课的时间，互以外的人来入来用便所啦，还是洗手请咱的会友会当配合，为着遮个囡仔的安全感谢大家。教界消息，请牧师。好，咱高雄中会第95届第3次的议会已经召开除了有通过中会财政法令过去是属于内政部，现在要改属于这个高雄市政府佫有选出96届的干部议长麦启实，副议长蓝仁德，书记陈武哲。副书记无选出，中会会计陈庆华长老、总委陈顺义长老、中委牧师周主典、李金丁、陈丁元、尤文杰、列总委邱正梅、中委长老张素贞、吴桂香、陈太平、欧玉琴甲宋丽芬。第35届阿西亚访问盛会时间是伫明年8月3号甲10号。这道的主题是绝对感谢复兴。若较早报名的是36000块，有优待1000块这是包括机票、基督山拢总的费用若要较早的10月12爱办公室报名佮交定金9000块。以上报告。歹势，我遮搁一个补充的报告伊无伫迄个周报内底。是松树本会苏佩玉姊妹的妈妈陈丽安姊妹，伫个9月15，蒙主温调安休主怀，要定伫9月27日
星期六上午9点半伫台南殡仪馆举行告别礼拜，愿主安慰遗族，敬请兄弟为遗族代祷。好，感谢主吼，咱长老已经选了，咱即礼拜开始吼要选执事吼，拢总有候选人头头报告38个，要选30个，所以大家较爱用一点仔时间吼，袂使超过30个，哇，无简单吼，迄个希望大家拢会当选会到，安尼较紧选出吼，咱若会当较紧选了，咱就会当结束咱即个好会吼。咱大圣咱三个来祈祷。亲爱的主耶稣，感谢你，互阮对9月7来召开选举临时好会，来选出阮23届长老甲执事。感谢你，互阮顺序选出12个长老，阮要阁选出30个执事，那甲像代表有30个勇士，会当帮助教会逐种事务的料理、事工的推动。求你阮逐人用时间真正用祈祷来选出上帝你爱阮选出合伫你心意的工人。主啊，求你赐福伫阮今日的选举，阮仰望你，阮倚靠你，祈祷靠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好，咱请咱的选务小组的同工吼来头前的所在吼来，咱拢有摕一个对换光换了吼，咱若无笔后壁有咱的穿红色的同工吼，若有需要伊斗帮忙也无要紧吼，咱注意毋通改吼，毋通改了这票煞变废票吼，用高的还是用空的拢会使吼，用一点仔时间，因为要选30个吼，30个。农村
咱来较注意详细袂使超过人数30位。咱若选好的交咱的选务人员多谢。后壁要收。好，咱搁进行若未写了无要紧，咱才摕互迄款的后壁才注意，若写好举手者好，这是咱要来恭守上帝的话。咱要来看圣经《路加福音》14章28节到33节。圣经《路加福音》14章28节到33节。兄弟，请看，我来读。恁中间什么人要起塔，减无大声坐地来算迄个所费，看会起到正袂？行了检菜落地基，也袂起到好，像看见的人拢踢笑伊，讲即个人有动工，也袂起到好。也是什么王出来要甲别个王交战，减无大声坐地参谋，看用一万兵抵着迄个带2万兵来攻击伊的也袂。若袂就趁伊要远，找使者去甲伊讲和，安尼恁中间既若无放杀一切所有的，袂为做我的学生。愿上帝话刻伫咱每一个人的心内。这是赞美，请妇女圣歌队。
讲到咱要请咱的主任牧师陈继高牧师，伊要讲的是牧师放杀。感谢主吼，咱即礼拜是为着咱清风买礼拜堂吼的奉献主日。感谢主牧师透过路加福音14章吼来感兄弟姊妹来想即个题目牧师甲放下还是讲放杀感谢主吼，咱余中教会已经设到73档过去咱有分析还是开拓有分析家电个分析原中，后来佫有开设即个课题这是甲中会合作，中会要开拓后来是咱教会做保会甲伊帮衬来设立咱70周年的时，就是3档前，咱就是望讲。佮开拓一间，咱望讲会当佮开拓一间教会来献互主所以咱就找着即个南门坑清风里迄是土库的所在，土库还有土库，较早应该咱即开迄个人应该拢知影伫2010年，就是讲中会80周年咧庆祝的时忙要开拓，有去看迄个所在，因为第一科技大学迄阵拢伫遐，毋过无进行，到2012年有一位陈武忠牧师，即马伫海外移民中心做主任伊家主动去开拓，开拓了公中会就甲接手互伊会当继续开拓，伊会接换寄伫咱教会，毋过可惜迄帮个开拓算失败，到2016年5月30日。因为种种的因素，怎结束这个开拓？咱即帮佫选择遐，就是讲这个所在人口遮济，教会无够济，迄个开的离咱遮嘛无够远，遐好足济，不管是即卖高雄科技大学，还是南主高中，南主。国中拢伫迄个所在所以咱就讲咱应该搁去遐来开拓咱有去行军祈祷搁咱的学生嘛去嘛去行军祈祷2022年咱70周年，虽然疫情结束袂讲足完全，毋过即个望要去遐开拓的即个意向催迫。所以牧师就调开即个小组的会议，佮有委派海平长老、立平长老，甲迄个定院执事会当积极去敲找所在，实在真袂容易，我找真久。即个定院执事因为住伫遐，黄定院，伊也足有心想讲会当伫遮开设。伊嘛足意爱，上帝特别互伊真奇妙，领受一个梦异象
啊，原来上帝甲讲，毋是去遐做远诶，拄好伫因大迄个社区诶，因会上出来诶头一间厝，吼。啊，伊是一个伫台南，应该是嘛是老师体还是啥物吼？啊，伊迄间厝是讲做伊吼会当租人吼，等下退休了会生活吼。所以甲租伊足欢喜，因为咱甲租吼，毋是像学生吼，伊迄租几啊人，即马一个入一个出安尼，咱拢甲租起来吼，伊免麻烦，所以咱就租了一间厝，真正会当伫咱70周年迄年的9月2号头一遍启动礼拜，因为无正在正式的教会，咱就叫做清风敬拜中心，咱期待若有较稳定，有找到咱家己咧拜堂的时，咱就要请中会来正式开设，佮定名做台湾基督长老教会清风教会，这是咱这个教会安尼。所以咱若看这个表吼，牧师小甲启动礼拜9月2号，过来，其实因为厝咱差不多伫7月咱就租着吼，所以就请这个，因为爱装潢请这个圣良干事吼，先去遐负责，伊就伫遐差不多较无一冬久，后来牧师感受到讲，这个咱的总务干事吼，这个余文师，若会当去遐吼，因迄个妇人人嘛是伫迄个附近吼，牙科吼咧上班，应该伊去较适合吼。其实伊过去有读中英师范院毕业，后伫玉新读一段期间，感觉伊应该真适合去学习做即个开拓。若会到一段期间，伊要去读师范院，甲去吼。所以感谢主，我就伊后来接手到今年的7月底。咱即马讲清风教会的即个时期吼，下一场吼，伫今年的4月初9，因为牧师就感觉讲，这看我甲讲哦，就是爱较务实，较袂拖足久，目标拢找无一间会当，咱想要去买嘛，买无，要买土地无足容易，要搁起嘛，要搁签偌久吼。所以4月初9，感谢主，拄好会当买到即个礼拜堂，就开始，然后到交厝了，7月初伫遐做迄个咱要装潢整修的即个开讲的礼拜，后来8月7日就已经弄好佫搬入去遐礼拜，咱伫下晡吼，足实的就是讲吼，已经会当坐60个啦，互你佫外口佫安那客也袂超过80个，请我教会会友，所以到尾就是讲，请中级参加，咱的教会生活就去唱足歌就好。歹势，兄弟姊妹拢无受邀请吼，咱若有机会，别日因为国务区定定拢派人咧去，你嘛会使去看吼，一个四老透天的也是真舒适的一间吼，地点嘛真好吼，咱伫差不多5月，咱的小会就聘着5万讲伫8月初会当来接即个文思传道。去遐做开拓的事工，拄啊上帝拄啊安排咱教会出身的即个田少宇传道田传道，伊是咱油厂遮个人，伫咱教会第一代信徒，去读新人院，毕业去新营教会做传道师，已经摕到牧师资格，5万要转来过用，所以就真拄好
邀请，伊一定爱到8月7日才会当来正式赴任嘛，其实伊是提早就离开新营教会，毋过中会规定，所以伫即个聘要去开拓的牧师感谢主真顺遂咱10月26要甲伊举行红幕，佮就任，迄阵就邀请兄弟姊妹来参加因为地点伫咱即个所在较侪人无问题伫迄个情况下有困难所以就做即款的决定但是欢迎这有机会伫清风路297号297号应该是要找，因为迄条路介大条，树会无注意所以有要过去采一个较明显的识别区这还袂做因为咱有迄个清风台湾基督长老教清风教会，毋过看的大家无一定看有可能爱采一个识别区感谢主开拓教会，这是上帝的心意，所以咱着教会。咱就是不断爱开拓教会，爱传福音，爱开拓教会，爱宣教。这是圣经，咱读使徒行传，咱拢会当看到的一个上帝爱咱尽的使命，这是上帝的心意。咱读使徒行传，咱的主耶稣伊搁我上天的时阵，伊就办一个，迄个大使命，甲马太无啥共款。就是讲当圣经临到恁的时，恁就爱对耶路撒冷遍犹太、撒玛利亚直到地极来做我的见证，做见证就是爱传福音爱带人来归主。所以初代教会伫马可楼120个人，当时巴勒斯坦差几啊百万的人口敢若只。小看圣经讲这个无名的小百姓无名小卒毋过因领受这个遮伟大的使命结果圣神做工因竟然会当带遐济人来信主。咱若读《使徒行传》第2章甲第6章耶路撒冷的教会，耶路撒冷的教会，哇，信的人不断增加。质量拢增加，虽然因面对压力，虽然因有拄着问题甚至连食的问题，为了食的问题，大家嘛会冤了，结果就爱设立执事咱今日选执事结果福音就愈来愈兴旺。毋过上帝意思是要福音兴旺，所以因反倒转后来伫了撒冷拄着分别门徒就四散。原来是袂当撒玛利亚，甲因拢无往来，去到撒玛利亚，去到加利利，后来甚至去到安提阿的所在，你甲看上帝的奇妙。所以为这个耶路撒冷教会增长了，上帝爱互因四散，后来去到外邦的所在，来到撒玛利亚，来到安提阿，这个安提阿，信的人嘛愈来愈多，所以这个耶路撒冷的使徒就派这个巴拿巴，你就去看卖坚固因的心伫遐甲因教导叫保罗来斗帮忙。这信的人遮济爱栽培，安提阿的教会就建立起来，上帝称讲基督徒这个信徒称作基督徒为倒开始，为安提阿开始的，这拢是对。主耶稣的人，信主的人，跟对主耶稣的人，这个人，上帝嘛无安尼就停止。圣神搁催逼，当时巴拿巴甲保罗当然咱有看到各几先知教师种种一群受感动，搁受催逼来派这个巴拿巴甲保罗，搁去小西传福音。安提阿是头一间的外邦人的教会，毋过是诚做一个上界大的桥梁，会当甲福音，毋但传遍小西亚，甚至后来
你要是有这个马其顿的异象伫这个特罗亚的所在，传到欧洲的所在，今日教会会当正做普世性的教会，就是因为福音嘛伫小亚细亚，过去到这个欧洲，到伫罗马。当时到伫罗马条条道路通罗马，会使讲哦，福音传遍天啊。其实当时就是有这个意思伫遐，所以当因去到逐所在建立教会，迄个所在吼，就有组织的所在，就有组织。无论是家庭，无论是有一个因组织的所在，迄叫做教会。这就是去到逐所在，带人信主，人组织伫遐，就来建立教会。所以伫保罗写的课中间，是写有真济地方的教会，写加入台地方的教会，其实有足侪教会，有足侪教会，毋是偌大间的教会，表示有一间母会，这个母会较有气力，伊就会当甲这个福音搁传开快，搁去建立教会。感谢主上帝吼，咱有种教会，咱的所在讲无讲看无看吼，咱只要缀几千人嘛无法度吼。但是咱若会当出去分析教会，教会会当建立，会当较侪所在，人会当就近来做礼拜，来敬拜上帝。这就是一个应该咱真期待的代志。嘛，咱的教会是也会当来开拓教会，来分析教会，会当来做宣教的事工，做传福音的事工。第二部分牧师要讲今日读的这个圣经吼，我讲咱搁后一张，到底是咱爱务实，还是着爱放下一切？其实这两项拢爱啦，拢爱，这两项拢爱。咱伫世间做代志吼，拢爱。今日即个圣经的即个经文的主题叫做做门徒的代价，做学生的代价，咱要军队主的代价。吼，耶稣讲咱即个所在，咱读着讲，足多人介三角行，伊就对因讲，若有人要就近我，也无怨恨伊的父母、母囝、兄弟姊妹以及家己的性命，就袂做我学生。迄个怨恨意思是讲吼，你若无讲安尼心吼安尼有真正讲切讲要安尼放下这一切吼，你无能得主啊，无能得主啊。但是这毋是叫咱讲哦，无爸无母哦，无囝无啥物，这意思咧讲的意思毋是。所以伊就讲咱要做门徒，咱就爱会晓去计算，咱爱去评估，咱要知这毋是简单的代志。你得爱想得清楚，你得爱算得清楚。所以用这个起处吼，免来去算得清楚。你要去作战，你要烧台，你嘛得爱去互你着斟酌的好势吼。这就是爱务实但是你嘛得爱放下一切吼。咱若敢若讲充满了真浪漫啦，充满幻想啦，理想派啦，乌托邦啦，有时咱可能要对主嘛无法度，咱对主嘛无法度，咱无法能做真实的门徒。所以咱要对主嘛得爱得算盘，嘛得爱盼十字架，来得算盘，得十字架。头可能是得算盘，但是尾因为欢喜盼十字架。头是得算盘，看到底我对耶稣有啥物好处？毋过到尾为了耶稣的恩典，我耶稣对咱的疼痛，我欢喜过十字架。但是其实咱嘛是要对主，咱嘛就是真正有能力，算盘就是一种的能力。咱有能力，咱能对主互咱会当真正来服侍主。我头拄咧讲了4月初9因为迄天我拄仔受邀请去即个台东城市的祈祷会请我去讲道。迄天甲文师斗阵去感谢主，用接到即个海平长老的电话讲因为拄我伫迄天
去甲即个咧买厝人吼，接触讲去接触看，其实有一个小组，逐个想讲这头一届接可能是吼，了解这听就好，所以就请海面长老无你去，因其他两个拢较有咧上班，较无闲，甲老兵长长老甲即个凤梨长长老爱家去，想袂到去了，进展了诚顺遂，讲了诚好势，佫可能性足大。佫迄个价钱比咱想象较低，所以敲电咧问讲，当然爱甲买啊！吼，咱即个机会难得，迄天拄川普的关税政策一个颁布来吼，迄个股票涨2000几点吼，即个要卖厝人吼烦恼，即个股票若佫跌落，令恁大家拢毋买的时阵吼，我真若无卖出去吼，以后卖出去免啊，伊无卖袂使，无卖伊就，所以结果吼。就有较俗卖，我是想讲，伊要卖，伊最少要卖2750万，开价2788万，后来2388万，伊2750万是差不多伊的底价，安尼卖，结果卖2050万，是有真正有较技术化，所以上帝真正开路，兄弟姊妹。其实，迄个就是讲吼，我有甲同工讲吼，咱要买地吼，即个地是会使，毋过地吼，伫个巷仔内无啥理想。即个地足好，毋过吼，伊个价钱定足悬暗卖所以可能性足少，拖足久买较不适的吼，因为。我咧RPG 的祈祷吼，甲一寡牧者，就牧者就讲因教会吼开分这一间教会吼，去人租租10栋无买，结果即摆人搁要起价，只有是搁搬所在，一间搁搬所在，搁装潢搁开足侪钱搁一间吼伊吼已经租10几栋干那迄个租金1400几万即马要甲起到20万，一个月20万，哇！这都迄天祈祷了满了，上帝吼，互我2字讲叫做无实这个想着圣经讲即在咧讲有影咱要起厝，着爱算看觅，人起袂起会用笑，会用笑。咱若像要去甲人相杀吼。阮1万兵若袂抵2万兵，赶紧甲人讲好，若无吼，死足歹看，爱务实。兄弟姊妹，有时上帝咱嘛是爱去计算看觅咱嘛爱拍算看觅。但是毋是讲叫咱拍算煞变做人拢毋敢，这样也毋敢，迄样也毋敢，毋是是咱尽咱会当拍算去拍算，后来咱着爱将这个代志。来交托上帝，人的心中有真侪拍算，毋过只有上帝伊会拍算，才会定着啦。咱就爱祈祷，爱交托所以感谢主因为安尼，所以就真紧真顺遂，会当完成去买即间即间买了是坦白讲去看的时阵去看嘛真要紧，感觉讲即间。食光鲜内面诚清气，东拢材料嘛诚好。我着搁边伫迄个遐水的即个清风路树林清风公园，搁有大的停车场，旧的搁足大的社区伫遐我即间我感觉袂歹，即间若是我若有钱买来家己住，我嘛足介意安尼。迄天是安尼讲感谢主，真正去看了4月初9就成咱会当有上帝感动，照上帝对咱的感动的启示，咱就迄个路就开啦，迄代志就通啦，迄就足紧就成就真正足感谢主所以咱爱务实但是咱有时爱主讲咱要地，咱有时爱放生一切。伫使徒行传2章44节到45节讲，
新的人拢做一伙啊，物件拢公家用，因为遮产能加业，逐人才有需要的吼啊，拢分互逐人。搁伫水路营团第4章哦，讲遐个信的人啊，拢一心一意啊，无一人讲啊，这物件是家己的，逐个拢做伙用。这个使徒大有能力，见证主耶稣跟我，逐个人拢得到大的恩典啊，因无一个欠过，逐个拢欢喜，将这个产能厝体吼买去，将这个钱吼摕伫使徒的骹前。照因需要来用分互逐人。当时有一个利未人叫做巴拿巴，这个巴拿巴吼有田，伊嘛买去，伊嘛甲这个钱吼拢摕伫使徒的骹前。兄弟姊妹，这个初代教会有一遍吼因为阮迄个查某孙啊，足爱讲笑话，啊，阮迄个先迄个查甫孙，伊就足爱听笑话，啊，一遍讲。我都定定咧讲啊无啥讲，啊有一遍吼，嘛去想着啥吼，啊就讲伊听讲哦，讲有3个小朋友吼，讲咧比谁较有钱啦。啊头一个小朋友讲哦，好，阮爸上有钱，阮爸咧做医生，好，伊逐工吼，伊伫遐迄个看诊吼，拢趁足侪钱诶。但第二个小朋友讲哦，无啦，阮爸佫较有钱，阮爸是律师。吼，伊一边出庭吼，就人甲讲一遍话，爱去出一遍庭，就趁偌济钱。啊，结果吼，上倒尾即个小朋友讲吼，伊是牧师的囝，伊就甲讲吼，阮爸才是上有钱啊！阮爸逐礼拜的时阵啊，收奉献吼，好收啦，要收足济钱的。结果阮即个王孙定讲吼。我阿公是牧师，阿公上界有钱的，阿公上界有钱的。虽然这是童言童语啦，趣味啦，但是初代教会的使徒，若是讲是今日的牧师真正是足有钱的。你甲看，信主的人拢得到能力，因为见证主耶稣跟我，大家得到恩典，无一个欠过，大家产能出体。拢卖拢摕来所以较算若像即个使徒，我若牧师若像即个使徒吼，若毋是各样上好嘅，上无吼，嘛咱有唱上好嘅，敢毋是？看有影无？我逐个钱卖拢摕来使徒的脚前所以我感觉初代教会会当福音传遮紧就是真正逐个迄阵拢有经历。主各我的大能，得到恩典，大家拢无欠过哦，大家拢够欢喜摕出来哦。兄弟姊妹，初代教会遐个好业拢无欠过，爱欢喜将因的产能厝体拢卖来捐地主做主的门徒，为着福音的需要，为着主会的需要，为着传福音的需要，开设教会的需要，因拢会安尼做。真正甲像。保罗讲，因实在先照上帝旨意，家己献互主。安尼真正主耶稣基督的恩典，伊本来是好业，为着咱诚做颂扬，因为伊的颂扬，互咱诚做好业。因有去见到即款的恩典，兄弟姊妹，上帝真正是赐福咱教会互咱教会会当得到恩典，互咱的。信的人啦，家庭，互咱有能力、物力，会当为着上帝国来效力，咱会当过去开设教会。圣经讲，恁着去山顶彻查，来起造这个殿，我就因为安尼欢喜，搁得到荣耀。这是耶和华讲的，上帝爱咱会当来传福音，来建立教会，来起造伊的圣殿。我相信咱会当搁为着这个。咱的清风教会买这礼拜堂，清风教会开拓有足侪感动人的代志。当牧师将咧讲这个意象的时，咱就有一个兄弟，逐礼拜拢为着这个要开拓教会来奉献。当咱买了这间厝要装潢，
感谢主，咱教会嘛有一位兄弟是咧做总，我讲你敢会当来搭帮忙？哦，牧师，感谢主，我来做，我来做啊！迄个所有的这个装潢费用哦，我奉献。哇，感谢主，要装潢啊，我那毋是3块2块，但是伊甲咱装潢全部奉献。兄弟姊妹，若主要成就的工出伫主，有时超过咱想象的。即帮阮去参加一个牧师的组织，较早台中中华路的牧师王武聪牧师，伊讲伊伫平湖服侍，伊领受3种的祝福的恩歌，就是有圣神的恩歌，有福音的负担的恩歌，甲有财务的祝福恩歌。所以伊伫台中中华路教会买土地，佮起礼拜堂开3亿4千万哦。教会无去换伊募款。干那兄弟姊妹奉献，从来毋捌甲建商欠一角钱，拢会拄啊好。上帝家己做工，所以伊讲即3种的恩歌吼，对伊一世人服侍。佮一位台北中山长老教会牧师叶牧师，伊是真正透过伊开始培养门徒，即个教会开始传福音，人数不断增加。伫台北，即摆讲做长老教会。上复兴的一间教会，因教会伫台北寸土寸金足困难，已经是高级袂当拆起来，边仔难得会当买到100平，所以就来去叫另外一间的住的店，1亿2000万，毋捌家己人贷款，嘛毋捌欠一角银，所有的这工程款吼，拢照是上帝拢供应。我永远会记得新加坡一个老米这个宣教师讲哦，咱毋通停止来开设教会，咱毋通停止宣教的奉献，咱若停止，咱教会就袂成长。所以感谢主吼，咱伫这个所有的工的顶面，看见上帝家己感动人、差派人，为着咱备办人力、物力，无论是奉献的会友、买厝的小组。这个装潢的团队，还是上帝要牧养的工人，要侍奉的团队，上帝拢备办。伫过去，咱也有真侪投入，求上帝纪念咱。相信上帝，伊若要做工，咱也要做工，一定是会成功吼。上帝动工，我们做工就会成功。吼，感谢主，咱三个来祈祷。天父上帝，感谢你，互阮今日伫。前方买礼拜堂的奉献的主日，望阮搁一遍来想到上帝的恩典，主啊，阮会当得到你的恩典。那甲初代教会因听到主耶稣基督各我的好消息，经历各我的带领，因拢得到恩典，因拢无欠过，因拢会当真正欢喜放下一切来跟对主。主啊，阮会当参与伫建殿买礼拜堂的机会，这是你欢喜的，也是你得到荣耀的。愿阮会当所做的，永远得到你大大祝福。阮献上感谢，祈祷靠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这是咱要来唱回应诗，回应诗是382首，382首。我的性命献予你。我的性命献予你，做你路用到一时。时刻每日献予主，归荣光你万年久。请兄弟起立，咱要来吟全首。心。
刷接来唱第50，唱第50。这咱来带到，请咱为着咱清风今日的开设甲献堂的礼拜以及咱买这间礼拜堂搁需要的这钱项，求上帝拢祝福，咱献上祈祷，为着咱这个执事的选举30个当顺序祈祷，为着后礼拜福长的车牌祈祷，也为着咱软弱的肢体主的面前上帝祈祷，也有拄着死死的求主安慰，为着咱的国家得到主的恩典，为着这个台风要过境，互咱有平安来祈祷。兄弟姊妹，咱举起双手，呼叫主啊3声来祈祷。哦，主啊，主啊，主啊！亲爱的主耶稣，感谢你，互阮会当伫新的主日会当伫你的殿中敬拜。主啊，阮多谢你，互阮会当为着清风教会今日要开设，也要献堂。主啊，多谢你，互阮会当顺序买了礼拜堂。主啊，互这个各月礼拜堂的需要拢无欠过。主啊，你供应，主你会当透过主啊，你家己感动伫阮的心，互阮因着主你的恩，阮欢喜来献互你，来迎供你，来得到你欢喜。主啊，阮将阮的执事的选举，我仰望你，望阮会当顺序来选出30个执事。主啊，多谢你，互阮下半年有福音福长的车牌望兴起侪侪报道的工人，互阮下半年也当搁为着主来得人。最后说多谢你，最后说为着阮软弱的肢体，愿你怜悯，愿你医治，愿你施恩，互因的病痛拢得医好。主啊，有这个医着死死的，愿你的安慰，拢伫因的中间。主，阮将遐的姊妹拢仰望你，求你看顾，求你帮助，求你特别看顾阮这个画家沙的台风要过境，主啊，望无对阮造成伤害，愿你保护台湾，愿你保护徛起这个所在的百姓。主，感谢你，最后说感谢你，互阮会当伫你面前敬拜，阮的祈祷，愿你感纳，愿你医好侪侪这的病痛的人，也安慰伤心的人。主啊，叫你施恩伫你的圣会报道的工作，会当大大来得到这宝贵的灵魂。主啊，互你的教会得救的人哪加添。主啊，阮为着你要来开设新的教会。主啊，你的名要伫逐所在受高举。主啊，望清风教会今日若开设献堂。主啊，这个教会会当伫遐来荣耀上帝的名，互上帝会听。耶稣基督福音会当报传伫迄个所在。主啊，愿你纪念所有参与的人，愿你纪念所有毋若欢喜参与、什么奉献的人，求你也大大祝福。主，阮感谢你，听阮的祈祷，靠耶稣的名。阿门。这请坐，这是咱要请执事来收奉献。现在咱有这个清风教会吼，若有要奉献，咱当利用这个奉献录愿上帝纪念咱所献。
来祈祷。亲爱的天父，阮感谢你，因为阮所有的一切拢是对你来。阮的性命、阮的工作、阮读册的机会、家庭的生活，全部是因为你的恩典所赐予阮的。现在阮愿意用面前的金钱奉献，做祭物献予你。这一切原本就是属于你的，阮甘心乐意的献上，愿你接纳，也同时恳求你赐予阮教会有聪明智慧去运用伫你的事工顶面，互教会甲圣徒被造就，福音会当广传。感谢天父，听阮诚心的祈祷甲感谢，阮安尼祈祷拢是奉靠主耶稣的圣名求，阿门。也这请坐。祝福车客，咱祝福车客392首，请咱由员徛来唱全首。请陈牧师，当恁通平安去，愿恁会当经历像初代教会，因为见证主耶稣基督的教活，互咱拢蒙受极大的恩惠，无人有所欠缺，甚至欢喜来献上一切来跟地主，互主的教会会当不断来兴旺。来发展，互上帝国度会当充满阮徛起的所在。但愿主耶稣基督的恩典，天父上帝听从，圣神的感动相通，甲恁正大家三甲比例，对即时到永世代无尽。阿门。请坐，默祷，咱第一场的礼拜就到这结束。